朴子粿是野山人清明時節嘅味甲記憶，即個就是春天嘅味道。今日咱就來做朴子粿。做朴子粿，咱應該是伊個血，把將咗血嘅摘出來就好。水白放落破壁機，加入適量嘅清水，然後佢炸成潮血汁。家庭係做咗血粿，只管快速米高紅，用起來就非常方便。做出來血粿都是切切硬硬嘅。用支包紅就算你唔捌做過，又能成功。所有嘅比例應到包裝到每個，你也免去異力。1百克紅2汁至30克嘅白湯，再加入1百110克嘅水。朴子粿就用朴子血嘅水，水落好了就沖紅嚟嘅辣椒、辣姜黃，辣椒後就嚟嘅倒落石咗換。咱喜歡大雞就用大雞，喜歡細雞就用細雞。水滾嘅時候就好放落去吹，掛卡米大火吹15分鐘。時間夠了，哇，粒粒硬硬切切。食朴子粿，咱食嘅就是春天嘅味道，也是咱野山人清明時節嘅味甲記憶。